相傳唐朝初年，藥王孫思邈帶住徒弟從終南山雲遊到去四川嘅青城山。呢一日，師徒兩人都行到好攰啊，咁就入到去青松林裏邊歇一歇腳啦。呢個時候咧，就見到林中山澗裏邊有一隻大黐殼正在同幾隻小殼喺河邊涉水嬉戲啊。冇過一陣間咧，突然聽到幾隻小殼不斷驚叫啊。藥王師徒一睇，原來嗰隻大黐殼頭部低垂，雙腿顫抖，不斷哀鳴。小殼見到媽媽撲撲癲癲嘅樣子就嚇到凄楚掛叫。藥王心裏明白呢隻黐殼一定得到急病啦。第二日嘅清晨，天剛亮藥王師徒又到青松林。巢裏邊嘅病殼呻吟聲清澈可辨。冇幾耐，空中傳嚟陣陣嘅鶴鳴聲只見幾隻白鶴喺空中盤旋，最後飛落去黐殼旁邊，仲喺嘴裏邊掉落幾片葉片，落到去病殼巢中其中一啲葉片落到去地下，徒弟執起跌落地下嘅葉片望一望啦，發現形狀就好似紅蘿蔔葉，就毫不在乎咁樣抌翻落地下。但係藥王見到呢個情景心裏好明白，就命徒弟將葉片執喺佢好好保存。第三日，藥王師徒又去到青松林咯，但已經聽唔到病殼嘅呻吟聲，只見到幾隻白殼喺空中盤旋嘴裏又掉落幾朵小白花。藥王又命徒弟執起佢好好保存。呢個時候藥王發現病殼已經完全康復啦，又率領小殼喺河邊嬉戲。佢仲觀察到白殼成日去雲巒頂峭壁嘅古洞裏邊，於是藥王師徒兩人就走上去峭壁古洞，上去一睇，上到去見到係一片綠油油野草，花葉同根塊都同之前白殼嘴裏掉落嚟嘅花葉一樣不禁就聯想到黐殼嘅痊癒定係同呢一種葉有關。藥王隨手掹起一小片葉放喺嘴裏，發覺呢種藥草嘅根莖苦中帶辛，具有特殊嘅濃郁香味根據佢多年嘅經驗斷定，佢有活血通經、去風止痛嘅作用，於是就叫徒弟採摘一啲草藥落山為人治病。果然藥到病除，甚為靈驗。藥王興奮就隨口講到啦：青城天上優，川西第一神仙洞府。藥草通過山河地，來自天宮，真係川西第一山。蒼宮降良藥，呢一隻藥就叫做川芎啦。我呢個頻道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睇到我呢段說話嘅話不妨俾個讚好我留翻10零字嘅留言，同埋幫我分享出去，我就感激不盡啦。